2023年最新犯罪电影有哪些？最新上映的犯罪片哪部好看？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回满，2023年新上映的犯罪电影越来越多了。除了一些正在热映的电影外，还有不少犯罪片正待上映。下面细说，小编就根据 CN10CNPP 大数据为大家分享2023年最新犯罪电影排行榜，都是在2023年上映的犯罪佳片。如果你想看犯罪新片，直接参考这份最新犯罪电影榜单即可。2023年最新犯罪电影排行榜1，犯罪都市3。犯罪都市3是由李香龙执导，马东锡、李俊赫、李凡秀、金明载、全希浩、高圭碧等主演的韩国犯罪动作系列电影，为《罪恶都市》的续集，于2023年5月31日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马东锡饰演的怪力刑警被调到首尔广域搜查队，在调查涉及新型毒品的犯罪时，与李俊赫与青木崇高饰演的贩毒组织头目对决的故事。消失的他是崔瑞、刘翔执导，朱一龙、倪妮、文咏珊主演的悬疑犯罪类电影。本片改编自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何非、朱一龙是的妻子李木子，文咏珊是在结婚周年旅行中离奇消失，在何非苦寻无果之时，妻子再次现身，何非却坚持眼前的陌生女人并非妻子。妻子拿出了身份证明进行自证，夫妻二人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随着金牌律师陈麦倪妮氏介入到这起离奇案件中，更多的谜团慢慢浮现。3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是碟中谍系列电影的第7部，是由克里斯托夫麦考利执导，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3年7月12日北美上映，2023年7月14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这一部中，特工伊森·亨特·汤姆克鲁斯是和他的 IMF 小组将开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次任务，追踪一种会危及全人类性命的新型武器，并阻止其落入坏人之手。与此同时，伊森曾对抗过的黑暗势力也正在卷土重来。扫毒3人在天涯。扫毒3人在天涯是经典港片扫毒的第3部，由邱礼涛执导，古天乐、郭富城、刘青云、杨采钰领衔主演，罗嘉良特别出演，谢君豪、方中信、陈国邦等主演。值得一提，扫毒3云集了古天乐、郭富城、刘青云、谢君豪4大影帝。在延续前作大制作的基础上，该片将故事主要发生地设置在泰国、缅甸老挝交界处的著名金三角地带，也进一步关注困境中的人性挣扎，探讨善恶正邪的边界。速度与激情10是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的动作片，也是整个速度与激情系列的最终章。该片于2023年5月19日在北美上映，同年5月1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速度与激情从最初的街头赛车故事发展到一次次惊险行动，同时又保留着极速赛车、刺激动作和家庭温情的核心主题。而速度与激情10再度回归经典飙车爽片的初心，为影迷呈现原汁原味的速度与纯粹的激情。极速追杀4是由查德·斯塔尔斯基执导，基努·里维斯、比尔斯·卡斯加德、甄子丹主演的动作惊悚片，于2023年的3月24日在美国上映。该片讲述了杀手约翰·威克找到了击败高卓慧的方法，并继续与其对抗的故事。在这一部中，被逐出高卓慧的威克在与高卓慧的对抗过程中找到了击败高卓慧的方法，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的反击期检察风云。检察风云是首部聚焦中国检察官的公诉商业犯罪电影，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与文投控股联合出品，麦兆辉执导，赵鹏编剧，黄景瑜、白百合、王丽坤领衔主演，王千源、包贝尔特别出演，于2023年4月29日上映。该片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主要讲述在开展扫黑除恶的斗争中，检察官如何担当、如何作为的故事。断网是由郑宝瑞监制，黄庆勋导演，郭富城、任达华、林家栋领衔主演，黄德斌、赖雅妍、胡子彤、顾定轩主演，谭耀文友情出演的犯罪片。该片于2023年3月3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了网络程序专家袁卓家俊在一次针对头部银行的数据攻击中意外被卷入一场黑恶洗钱活动，为保护家人并自证清白，与犯罪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九回廊亭是由栏目宽执导并参与编剧，
任素汐、刘敏涛领衔主演，李传英、卢芳生、侯文元、汤敏、王公良明星主演，胡可友情出演，吴浩辰、张娟艺特别出演的悬疑电影。该片于2022年3月18日上映。该片根据东野圭吾的原著小说《回廊亭杀人事件》改编，故事源于发生在回廊亭酒店的一场火灾，火灾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欲望纠葛，更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是交涉。交涉是由林顺理执导、黄正民、玄彬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1月18日在韩国上映。影片根据2007年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真实绑架案件改编，为了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23个韩国人，男主人公和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们身上发生的故事。黄正民在片中饰演外交部计划调整室室长郑载浩一角。